好啦，歡迎翻嚟英雄。今日要介紹呢支大家都等咗好耐㗎啦，由阿 Kiva 推出嘅 T56式561式 GBB。咁啊，講講呢支槍啦。咁啊，佢係忠於原著啦，做翻中國 T56-1嘅衝鋒槍，佢哋叫衝鋒槍嘅。咁大家見到啦，成支槍咧做工係十分靚仔嘅。咁槍身係鋼嘅，尾托都係鋼㗎啦，dust cover 都係鋼，全面管 gas box。前準星都做翻呢個圓形嘅前準星，見到啦，槍管都做翻靚靚嘅散熱紋，同埋成支槍嘅 coating 睇上去咧，表面處理就藍藍地色嘅，咁啊十分靚仔嘅做得。咁啦，handguard就木嘅 ，grip 都係木嘅，火控都係全鋼噶啦。咁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準星做得十分靚仔。總之你見到嘅地方唔係木就係鋼。咁咧，而家廠商咧都有出埋彈夾，而家都有貨噶啦，有 gas 彈夾同埋 CO2 彈夾，同埋廠商都十分貼心嘅，佢咧買槍咧都會跟多組飛機同呢啲 O-ring 小零件，驚大家打壞咗就唔驚冇零件啦。咁啊講埋呢槍啦，呢支槍咧我諗大家都好熟悉㗎，無論係越戰啦、海灣戰爭啦，定係香港嘅街頭打劫銀行、炒王攞住啦，大家都十分清楚㗎啦。咁咧而家少量到英雄打起上嚟都係十分正嘅，咁啊數量有限就售完即止㗎啦。